白的发蓝的这个就是睾丸，这是副睾结构，哎，这是睾睾丸，输精管在这里。这输精管，白白的。好，来，右侧活检做点。纤维结构的样子都行。右侧的。嗯，这都是包膜。那我再剪一刀了。再剪一刀吧。出血这么凶啊！大孩子了，2块一起装，都写右侧行线。来，再看看左侧，就从腹横纹走下来。很胖的哦，小朋友，千万别给自己出难题。这次睾丸发育相对还好一点。这是左侧的性腺呢，看起来还像这个睾丸的结构的，这是副睾的结构的，看上去没有一个卵巢的结构在里面。应该没有卵。如果有卵巢结构了，子宫什么就可以发育出一块来了。这个小朋友他只有1.5公分，1公分多一点，还是个发育不好的、发育不良的。来，剪掉来。好，结束。涂上以后用手涂就对。哎，对对对对。